在治水方面，现在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西尾滞洪池。好，在之前曾经就是会提过哈，那第六合专局这边耗资了2亿4千多万，整治了滞洪池之后，在黄市长这边，在我们水利局，这边又在编列了4400多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景观设施。入错林呢有2条箱涵，就在107年跟108年做，这个做起来对我们那个排水改善功能很好，这个柏油铺得很平坦。阮所邻里甲所属里，这段时间就是拢做庄内、里内道路、下水道全部拢有改善，改善了抽水站嘛来加完成。这段时间来，庄内就袂吃水啊，无过去变咧落雨，庄内大家就坐咧等，变落雨水就起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安定区临近南科园区，近年受到园区外溢效益带动，许多周边建设和劳动人口也渐渐落脚在此。因此，台南市政府也核定了安定区都市计划变更，并且新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未来发展指日可待。像是交通方面，预计开辟南科特定区的计划道路，疏解尖峰时间车流问题。而民众最关切的防洪治水上，西尾滞洪池、港口滞洪池都投入大量经费进行营造工程，就是为了希望有效舒缓安定区排水淹水问题，让市民住得安定，心也安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3个滞洪池。一个142万栋的，一个80几万栋的，88万栋的，还佫有一个这3个滞洪池就会当落大雨的时阵，水排对遮来，闸门溪边就袂讲一时间排袂出去，尤其闸门溪水重的时阵，水门爱关起来，关起来的时阵你内面的水就排袂出去要排倒去就排来遮来，会当来冻一时啦。会冻是一站啊，等闸门溪的水降的时阵，水门开才佫流出去，这就是调节的功能。所以治水是咱上重要的。第二，当然咱嘛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啦。比方时的时阵，大家咱来遮做一个公园，看落日也是讲咱即摆未来佫用一寡设施，咱的少年仔会当来遮拍球，也是做一寡其他的活动，当然，咱是希望讲甲打造安定，会当互一个较好这个生活较好休闲的所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8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台南市伫27号突然间增加8例。台南市政府伫第一时间除了完成清洁消毒以外，佮设立2个社区筛检站。同时呼吁，只要是甲确诊的个案有接触的高风险，就要赶紧去社区筛检站进行筛检。因为27号台南市一口气增加一个家庭8人的确诊，所以市长委托率领市府团队，除了关心个案，赶紧去过果菜市场所进行的清洁消毒，嘛前往新设立的社区筛检站，呼吁该个案共一个理邻的居民，然后高度接触，也是市场的摊商等业者拢当进行筛检。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台南的好几次的疫情，都有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人有跟市场，或者是包括零售市场或者是果菜市场有一定程度的相关，那所以说我们特别着重在市场的防范上，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努力的希望达成。那总之这个安南的这个案子，希望说如果没有再出现其他的扩大的现象的话，希望这个事情只是家族内
那我们再次诚挚的呼吁，那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或家人身体不舒服的话，赶快去做筛检，因为像这次已经拖了2个多礼拜拖了15天，如果能早期发现，就能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筛检确诊了之后早期治疗，这样子会比这个拖了很久，让家族的人这个造成一堆染疫的这样子，坦白讲，对自己对家人都不是很好。市府在事后要市府提供筛检站一定要好好运用，对民众只要怀疑家己有甲确诊才有接触，或者是共一时间曾经去过这个家庭成员所去的所在，就要赶紧去筛检，包括全联、台南北安店、北安黄昏市场、安南区果菜市场、成功路茶的魔手等所在。卫生局嘛进一步强调，因为该家庭群聚的个案，市府已经扩大筛检社区19户41位的 PCR 检测，结果拢是阴性。台新闻阮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伫疫情爆发了后，为5月15号到6月21号，总共进行23000人次的 PCR 检验。现主时，佮引进第2套全自动化的检验设备，除了会当减轻医疗负担，嘛降低第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基美医学中心增加第2套自动化检测 COVID-19 的实验室，伫咧6月15号正式启用。针对如果有伫社区感染，还是伫工厂内底感染的案件发生时，会当提供更加安全的筛检。自动化实验室是用货柜落去设计。除了供电设备独立以外，咧装甲听的过程中嘛更加方便。伫咧机动性的方面相对提悬。透过增加自动化的设备，一方面会当提悬医疗的效率，同时嘛会当降低医护人员咧采检时阵的风险。我们的医检师呢，在执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呢，必须全副武装来保护好自己。那为了让我们的医检师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那奇美医院特别跟工研院合作。那建制的这一套货柜组合式微负压高通量全自动核酸检测实验室。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病毒的这个检测呢，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那保护我们的医检师的安全，也让我们这个在分散风险情况之下呢，有更好的能力的储备，让我们这个检测呢可以更完美、更快速。工业技术研究院表示。经济部伫咧1809年疫情爆发的时阵，就全力支持开发防疫的相关科技。即摆提供高科技的检疫设备，希望透过科技来保护医护人员，嘛预防伫病院内底感染的风险。希望大家当携手做伙来守护台湾。经济部在2020疫情爆发之际，就以技术处科专紧急防疫研发专案，支持工研院开发相关的防疫科技。以科技护卫台湾防疫最前线。在5月中全国疫情紧急升温后，工研院也在第一时间协助医护人员做最好、最完善的防护。伫6月27号，台南一天增加8个新冠肺炎的病例。伫这要甲大家提醒，疫情确诊人数虽然有咧降低，但嘛是阁有真侪不确定的因素，可能阁藏伫咧社区中，所以大家嘛是要继续努力来防疫，共同来度过这摆的难关。台南新闻林根由平原采访报道。疫情持续紧张，病院的医疗耗材嘛用了真紧。台南市普林赛主会28号由黄子哲会长带领国赛由干部关进安南病院300领抛弃式医用防护隔离衫，由医长林顺哲代表接受。新冠疫情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日。台南市普林赛主会伫个防疫国家队驻防公司的调度，特别关进300领的 P1 顶级医用的防护隔离衣，予安南病院，予医护人员会用安心做好防疫的工作。这一次我们对于安南医院的捐赠主要是我们的发起是我们的林威婷，他也是我们博人会下一任的会长，然后他非常有心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他希望他可以发挥我们博人会的一个爱心来对于这个医院各院所有需要资助的物资他要提出来，然后多加的
来支援我们医疗院所。那我想这是全民的运动哈，我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响应啊，也感谢我们博仁狮子会的全体师兄一起来赞助这个活动。今天非常感谢博仁狮子会黄会长跟他们的会友这些师友们来捐赠安南医院 P1 防护衣300件。我想整个医疗院所对这次新冠肺炎准备大家都非常的严谨，但是医院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但是民间的力量其实是无穷的。那这次非常感谢博仁狮子会的鼎力相助，我想我们会把这些防护衣发到第一线，给我们相关的同仁能够尽快的使用。医长林胜则强调，为了保护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加采检的安全，该当准备的防疫物资，病院嘛拢会准备。不过最近一连串有人发起的爱心物资，包括餐饮、防疫的物资等，病院嘛拢真感谢。希望民众会用确实做好自我的防护，避免群聚，才会用让疫情得到控制。台南新闻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全台疫情3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乐活基金会配合台南市的企业资源，小停医护的行动也是持续伫进行。上午特别送爱心餐盒到成大病院，为了徛伫第一线医护人员。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乐活基金会发起，配合台南企业资源停医护的行动。上午有文池企业甲维勋餐酒馆的头家持续送爱心餐饮，为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感谢我们文奇企业还有我们维勋餐酒馆，那在台湾最困难的时候，愿意持续的来送爱心，到台南的各大医疗院所呢来送爱心便当，给我们医护人员很大的力量跟温暖哈。那相信我们台南有这样温暖的企业，大家携手呢合作团结努力，一定可以很快度过疫情的难关。感谢所有同仁，包括成大医院的同仁都那么辛苦，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其实基本上维勋公益不间断啦，只要你有需求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一定是尽快的安排。那这是维勋公益应该是第4站哦，对，第4站了，3间医院还有1间社团的公益活动。那不管怎样，当然还是第一个防疫安全第一，那第二就是说有需要的话，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做个手心向下的人啊，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做。然后能够协助的一定协助，这样。餐酒馆的头家王少奇表示，虽然疫情期间，真侪餐饮业者生意大受影响，不过餐厅也是感谢所有的同仁，只要民众有需求，做公益绝对袂来中断。目前已经捐赠3间病院加1间社团，只要有能力，因也会持续继续来送爱心。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今年78回中华民国行政顾问总会营务理事长郭永峰，经过1冬的研修加4冬博士班课程的努力，正式取得中央大学管理学院经营管理博士的学位。伊用行动，让大家看到什么是活到老、学到老。今年78岁郭永峰是现任国民党中评委、考纪会副主委。也是全国行政顾问总会营务理事长，曾经担任台南市府甲议会机要秘书、台南市议员、国民党驻法会副主委等职，历练完整。不过郭永峰未因此就停止学习，伫5冬前，先进入中央大学进行1冬的先修课程，佮接受连续4冬的博士班学习，伫今年完成了博士学位。我已经高73岁的年龄，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我一生没有的博士学位，这是我最难忘的。还有，我既然要读了，我就坚持
我一贯的行事作风，认真学习。虽然是5人文，但是现在成功了。我觉得呢，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最主要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人，年龄不是问题，最主要要有意志，就会达成我的目的。那我非常感谢我这5年当中，给我的指导的恩师，还有给予我国际博士学位的学校各位帮助我的人，我非常感谢。在博士班的课程中，郭英峰除了一届陪同当时国民党主席洪秀条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红十会有请假以外，在这5档学习中，完全是毋捌请假。在师长甲同学眼中，郭英峰是一位实践终身学习的楷模。我5年当中，我唯一的缺席一次就是在3年级的时候，跟洪秀柱一起到北京红十会，因为我没有办法赶回来。唯一5年当中，就是那一天、那一课、那一堂课呢缺席，其他我风雨无阻，我从不缺席。所以学校都知道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很认真，这个上课上学，我终于达到我最后的目标。讲到红赛郭英峰的学习精神，太太陈美化口中是满满的钦佩和疼惜。他不止努力学习，他还拿到奖学金。他是每一班都第1名，分数都是拿到95分以上的，所以很值得恭喜。这表现说他很认真的在每天都很认真在写笔记。认真在记事，然后回家还在看书。我每天早上9点就在看，他在看书，晚上也看书，快要变成书虫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中原大学毕业典礼改为线顶举行。6月26日，郭英峰将穿着博士袍，为中原大学校长李永龙的手中摕到博士学位的证书。郭英峰也是今年全国取得博士学位上年长的一位。伊鼓励有志向下的人，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心，就要勇敢的迈向终身的学习之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过去一个山野的选期，南科拢会举办大型的活动来促销，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全部拢取消。所以，市长黄伟哲特别透过线顶会议，用南科来推荐行销，希望有更加侪团体来购买爱文山野。今年台南的山野受到3月到5月无落雨影响，细粒的比例较悬，加上疫情3级警戒，市场时常传出确诊，造成国内销量无好。所以，市长黄伟哲立委郭国文甲南科管理局局长等人公开将线顶会议到场买去，希望社会各界甲过去同款斗3工，问下更较侪企业来购买。今年没有办法办大型的促销会，所以说没有办法。今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观光客也减少。你可以看到玉井芒果市场每天都没有什么观光客，没有什么外客去那边来这个买芒果，所以那加上这次的北农事件北农事件这个农产品行销一定会受到一些冲击。以前农产品行销大概今年听说这几天大概减少了1-2成，减少了2-3成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芒果的销售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所以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加总在一起，我们就要非常戒慎恐惧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这部分我们会努力，也拜托各位大家我们中央跟地方一起齐心协力，把芒果的行销可以做得更好。过去南科伫山野生产期开始，拢会向厂商办大型活动宣传，不过今年疫情关系拢取消，所以各界内当协助果农，嘛是一种替农民的纾困。农局指出，今年山野台南财政面积已经是全台排名第1，产量牛果比去年增加2成。虽然整体来讲会较细粒，不过口感、芳气甲品质甚至比去年还好。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电商时代来临，为了帮助安南区的商店伫网络拓展业绩，
降低疫情的冲击。安南上车联名已经号召数百间的店家来加入交易平台，要透过外送、外卖来拼经济。面对疫情的冲击，其中餐饮原本无外送、无外载店家，常常要拓展业务困难。涉事外送的合作经验，嘛认为无增加业绩。加上安南区较大，民众出门消费相对较无方便。所以安南上市联名就号召店家成立交流平台，互相合作来拼经济，嘛借此创造店家甲消费者双赢。执行长蔡立清表示，面对疫情，未来可能甲社区共存，所以生活甲消费嘛对咧改变。那一方面呢，让店家跟客户他们可以在线上做这个点餐，然后交流购买的这个动作。一方面主要也是帮我们的店家来做宣传。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帮他们制作影片、那图片，还有直播节目来协助我们店家做宣传。因为疫情时代，可能未来我们要长期面对的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可能全部是一个比较少接触的那线上的一个交易的模式。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带着我们安南区的商家一起来面对新的生活形态。据了解，目前上线的店家已经几啊百间，直接甲民众互动，用图卡、影片，利用各种的管道来宣传，某店家给拓展生意，甚至将危机变成转机。加入这个平台呢，除了第一个，可以扩大我们的知名度，跟往后有机会更好的发展以外，实际上它也真的有实际的交易。而且都是很接地气的、很接民生需求的一种需求，所以它在我们这种正餐的行业本来就是要跟平常的店家是紧密来往，或是平常的住家，这是一个平民美食的东西，所以这个模式会更加带动我们的名气，还有往后可以发展的机会。那相对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原本的店面生意跟就是前2年比较起来，将近就是掉了6-7成以上。所以说呢，对我们的冲击很大。但是呢，就是刚好就是接触到这一个上汽联盟的这个交易的平台，我们呢就是有发现说，虽然说我们的批发客户减少了，但是呢，我们多了很多就是说在地的民众。另外，安南上市办公室嘛成为店家甲消费者提货交汇中心，同时要定期推出特别节目来帮助店家行销。安南上青行动联盟。打造庶民经济。台新闻顾文吉何乔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18级。感谢你收看6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